香港老字號一堆執笠，連開咗30年嘅老店都撐唔住，倒貼錢開鋪，面對天價租金，開鋪就係幫業主打工。老字號堅守初心，曾經搬咗6次，只為避開高昂租金。點知業主見佢生意好，硬要加租，搞到啲餐廳都被逼到紛紛關門。喺香港街角，嗰啲散發住傳統點心香氣、承載住街坊記憶嘅老鋪頭，正逐漸消失。呢幾年呢，香港嘅老字號都係一堆一堆咁執笠，由海皇粥店、名都酒樓到紅星中菜，老字號嘅倒閉潮令香港嘅味覺記憶慢慢消散。呢啲老字號唔單止承載咗港人嘅美食回憶，仲係香港吸引外地遊客嘅金字招牌。但係而家呢啲曾經熱鬧嘅鋪頭，最終都係走到咗盡頭。原汁原味嘅香港飲食文化喺人力成本、租金、原材料同埋包裝成本等多重夾擊下，正面臨前所未有嘅生存危機。而喺近日，香港又有一間30年老字號宣布告別。10月29號，將軍澳寶林市場嘅華記海鮮透過社交平台發布結業通知。呢間陪伴街坊30幾年嘅老字號，最終都係撐唔住。呢個消息令唔少港人唏噓不已。作為街坊口中最地道家庭味嘅海鮮檔，華記海鮮30年嚟，憑每日現運嘅鮮活海產、紮實嘅品質同親民嘅價格，成為咗無數家庭必買嘅材料。而最難得嘅，仲係呢間老店始終堅守薄利多銷嘅本心，寧願自己硬食成本壓力，都唔願意將高漲租金轉嫁俾顧客。為咗守住呢份實惠嘅華記海鮮，喺呢30年時間裏邊，竟然搬咗6次，而每一次搬遷背後，都係華記海鮮對租金飆升嘅無奈。2019年，華記海鮮搬到將軍澳寶林市場，可以話係佢留得最耐嘅地方。喺呢6年時間入邊，佢憑住嗰一筐筐嘅新鮮海產，穩居周邊街坊買海鮮嘅首選榜。但係初心同情懷都難敵現實嘅殘酷。早喺4年前啊，華記海鮮已經經歷過一次加租風波嘅。嗰陣時，業主獅子開大口嘅叫價咧，一度令華記海鮮無奈選擇結業。後來都係靠街坊嘅聲勢同業主鬆口，先至最終得以令呢間老店繼續經營。點知今次都係冇避開現實嘅重壓。而對於今次選擇結業嘅原因，都有網民問係咪因為租金嘅原因？華記海鮮就語帶無奈咁啊，回覆原因咧有好多喎。呢一句說話可以話係道盡咗老字號喺當下環境中嘅生存之痛。就喺華記海鮮宣布結業消息前幾日，亦都有一間備受街坊好評嘅鋪頭宣布停業。呢間位於昌業大廈嘅天龍燒鵝分店，老闆阿成親自出鏡拍片，訴說喺香港經營餐飲業嘅艱苦經歷。每日一開門，其實都係幫業主打工。呢句說話精準咁戳中咗當下好多香港老字號被高租金擠壓利潤、艱難求生嘅經營困局。呢間約1000平方米嘅門店，月租高達10幾萬，業主見佢生意好就即刻加租。原本呢間鋪仲可以勉強賺到少少錢，業主一加租，利潤所剩無幾，甚至有可能倒貼錢。咁沉重嘅租金壓力，就算客人再多，都撐唔住咁大嘅開支。最終阿成都係選擇咗關店結業。天龍燒鵝喺香港都稱得上係網紅店。老闆阿成咧，曾經喺米芝蓮2星中菜館負責燒臘製作嘅燒鵝非常正宗。佢嘅鋪頭仲登上過 TVB 嘅美食節目《美食匠人》，而且都係小紅書嘅熱門推薦地。今次關店消息一出，即刻就引嚟網民嘅熱議。其中就有網民話：香港飲食其實係被業主各種加租搞到關門，而唔係冇生意。都曾經有港媒一語道破香港老店頻頻結業嘅最關鍵原因。小店會關閉，但死因大多都唔係太老，而係因為要交租。喺影片入邊，阿成就感嘆咗一把香港營商環境嘅艱難。佢提到部分業主會根據鋪頭嘅營業表現調整租金，業主見你生意好就加你租，生意唔好又冇人幫。喺香港呢個寸土寸金嘅地方，高租金一早就唔係咩稀奇事啦。呢啲年已經有唔少老字號因為頂唔順而關停。譬如上環地標、球哥燉湯，因為被業主要求加租20%，負擔唔起，因此結業。喺6月結業嘅沙田人氣傳統酒樓富東閣，
佢個經理日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租金太貴，開支太重，捱唔住。業主輕飄飄一句漲租，就令呢啲堅守傳統嘅老店陷入經營困境。但係傷害嘅又點止係咬牙硬撐嘅店主，更加係嗰啲貪戀老香港味道嘅食客。香港畢竟係一座有自己獨特味道嘅城市，茶餐廳、平價酒樓、糖水店呢啲深藏喺香港小巷深處嘅老字號鋪頭，唔單止令好多老食客食到記憶裡面嘅味道，亦都令好多外地遊客感嘆名不虛傳。而呢啲背後離唔開香港老字號鋪頭經營者一代代嘅傳承。可以話呢啲老字號鋪頭唔單止係一間鋪頭咁簡單，更加係承載住香港人童年嘅回憶同香港獨有嘅飲食文化。但係喺呢一度重壓下，呢啲老味道正隨着招牌一塊塊摘下，從香港嘅街頭慢慢消失。從成本端嚟睇，高昂嘅租金係好多香港老店選擇關店最直接嘅原因。但係往深處睇，更加係香港餐飲行業喺應對新興支付方式同現代化營運模式時反應遲緩。喺移動支付咁發達嘅今日，香港嘅老店好多仲係堅守現金交易、手寫單據。儘管呢樣嘢好有人情味，但係對於一早習慣手機數碼付款嘅年輕人嚟講，其實效率好低，服務體驗都唔好。呢種保守求穩嘅模式，實質上會令好多老店錯失轉型機遇，導致一步步被市場淘汰。畢竟今屆嘅年輕人選擇太多，佢哋唔係非你不可，而且年輕人都越嚟越願意為體驗同情緒價值埋單。香港老店一貫冷淡嘅服務態度同落後嘅支付體驗，顯然係好難滿足。喺營運模式上，進攻香港嘅內地品牌更加可以憑住強大嘅供應鏈體系實現價格優勢。例如喺內地嘅老網紅綠茶餐廳，唔夠1年時間，綠茶喺香港門店量達到7間，單店月均銷售額超過200萬港元，銷售額係內地嘅4倍。綠茶將喺內地嘅性價比延伸到咗香港，人均消費約160港元，精準咁卡中咗香港市場嘅中間客群，實現咗港人嘅質價比消費期待。而且綠茶仲會透過會員系統收集顧客回饋，並結合實時銷售數據，快速調整菜單，一步步滿足當地人嘅口味。一套營銷落嚟，綠茶喺香港市場打響咗名氣，喺香港呢個成本高嘅地方達成咗盈利。而且今年綠茶喺香港門店量會達到10間。反觀香港咧，好多餐飲老字號咧，更多係重經驗、輕數據，拒絕引入數字化管理工具。多數個老字號咧冇會員體系，冇銷售數據分析，無法精準把握消費者需求。而更大嘅挑戰就係嚟自北上熱潮導致嘅客流減少。2024年港人外遊人數超過1億人，其中約有8191萬人次北上，比2023年同比增長超過50%嘅。對於港人嚟講，北上遊玩嘅誘惑好實在，嚟得近，空間大，食飯消費都好抵，附近自然都成為咗熱門選擇。其中深圳更加係唔少港人之中嘅首選。每逢週末，羅湖口岸附近嘅商業步行街人山人海，好多間賣蛋糕、熟食嘅鋪頭，前邊水泄不通，大部分顧客都係港人。呢種消費外流，無疑直接衝擊咗香港本地生意。與此同時，內地旅客嘅消費都越嚟越理性，進一步壓縮咗餐飲市場嘅營收空間。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數據，香港舊年整體旅客人均消費為5500蚊，比2023年嘅6900蚊減少20%。其中內地旅客人均消費下跌到5000港元，係自2017年以嚟最低值。香港老字號嘅出路唔係複製過去，而係重構價值。呢種重構唔係對品質嘅妥協，而係與時俱進，用供應鏈優化對沖成本壓力，用數字化工具重塑服務效率。係如紮根香港18年嘅粵菜館豪宴，憑住與時俱進嘅經營理念同實踐經驗，成功推進數字化轉型。佢透過推行電子會員卡系統，利用積分系統嘅大數據分析，深度挖掘顧客消費行為同口味偏好，進而推出精準營銷活動同優惠政策，成功累積超過5萬名會員，
而且會員數量仲持續增長，可見嗰啲成功重構價值嘅老店，既保留咗老店嘅溫度，又擁抱咗智能嘅精準度，完成咗一場華麗嘅轉身。對此你點睇？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討論，發表你嘅意見或者睇法。多謝。